1999，1999啊，1999啊，大家1999啊。这个好评啊，紫色的啊，紫色上次我Rebecca 姐姐说她收到这个紫色好亮好漂亮啊，谁不想要1000多啊？對的，而家 Easy Miyake 咧係咧最平咧都要2000幾啦。啊，係啊，6乘6嘅，唔好意思啊，應該咧係6乘6嘅，大家價錢咧係1999啊，1999。好 ，cat 圖啊 ，share 兩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999啊。Easy Miyake 咧呢一個咧係真係咧而家咧係買唔到噶啦。講真咧，你係冇辦法咧買到1000零蚊嘅 Easy Miyake 啊。好。Monica Cool， 跟住咧做 Anna Lee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哇，1000幾蚊啊！哇，這個橙色也超好啊，姐姐。好，跟住嚟一個咧瓦面嘅，呢一個咧米色嘅啊，咁呢一個咧係瓦面嘅米色嘅，好，都係咧呢一個咧6乘6嘅。Hello 蘭蘭 ，Hello 大家好，咁呢一個咧都係1999俾大家啦。Easy Miyake 咧，我今晚咧全部都係因為數量唔多，所以咧全部都瘋癲嘅價錢咧放俾你哋啊。好 ，number 去到 JF1520，JF1520啊，1999，1999啊。冇啦，今晚 Easy Miyake 嘅數量好少啊。這個你是不是那個包包裡面的？那個藍色的。對呀、啊。1999啊，呢一個好咁啊 ，VVM 跟住咧 KT One 同埋呢一個咧 Lika Y 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 ，Easy Miyake 最後一個噶啦，今晚最後一個大嘅炭灰色啊，這個大的很難買啊，大嘅炭灰色，大的要多少錢啊？大的話，那肯定要將近3000啦。好咗好多啦，多謝你啊！大嘅炭灰色嘅 OK， 大嘅炭灰色啊，大家有冇想要？有冇想要先？最後一個款 Easy Miyake 啊，哇！平時這個大的都很難買得到哦，大嘅好難買啊！姐姐想睇下後邊 LV 斜孭袋黑色隔離嗰個。係呢一個係咪啊？定係呢一個啊 ？Little Van 30號 number，30號 number，31號，31號係邊一個啊？你話俾我聽，我介紹俾你啊！爺爺今晚啲價錢全部都好癲啊！30同埋31啊，係咪呢兩個啊？我有冇攞錯啊？定要話呢一個32，應該不會這個。33，你睇下係邊一個啊？我轉頭幫你上下，係咪大家都好想要？係咪？因為咧大嘅炭灰咧係呢一個咧超難咧呢一個買得到嘅，仲要係大 size 啊！亦都係今晚最後一個嘅 Easy Miyake 啊！我俾一個咧 no 啊！睇下下邊，
阿炳应该是这里。